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博牧师。今天4月1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挺身而出。我们要读士师记5章22到31节。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。愿基尼人西百的妻子雅意比众妇人多得福气，比帐篷中的妇人更蒙福祉。士师记5章24节。俄罗斯侵略乌克兰，引起全球关注。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多次呼吁各国领袖要阻止俄罗斯的暴行，而就在情势仍旧紧张的关键时刻，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奇、捷克总理费亚拉、斯洛维尼亚总理扬萨，他们在3月15号前来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，并且和泽伦斯基见面，而泽伦斯基也在脸书贴出了与上述3国参访团会谈的影片，他并写下感谢你们。他表示，在乌克兰遭遇困难的时候，你们展现了对乌克兰的强烈支持，我们非常感谢你们。乌克兰总理沈米加尔则在 Twitter 来表示，来自真朋友的勇气加持。反观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，底波拉他回忆战争的经过，同胞中有拼命赶死牺牲于战场的，然而也有袖手旁观。上帝呼召米罗斯人出来帮助，但经文告诉我们，米罗斯人不帮助耶和华作战。我们看到这些支派不肯协助同胞的原因，可能和当初没有赶出迦南人的原因是相同的，也有可能的原因是他们不相信上帝的帮助，他们自己不振作，他们惧怕仇敌，甚至因为担心仇恨影响目前的生意来往，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。我们是否有时候也因为这些原因而不愿意帮助弟兄姐妹呢？在底波拉的赞美之歌中，除了颂赞战争的胜败在于上帝，他把强敌的军队彻底击退，他是配得一切的颂赞之外，我们看底波拉他也赞美雅意的献身，参与在上帝的工作，成就了底波拉的预言。因为耶和华要把西西拉交给一个妇人的手里。雅意虽然可能是外邦女子，但因为家族和摩西的渊源，她敬畏上帝。她不认同丈夫西百和夏所王的好交情，所以她选择站在上帝这一边。所以底波拉称赞她是多多得福的妇人。我们看雅意虽然是一位柔弱的女子，但是她有智慧及勇气来回应上帝的功。就在西西拉卸下心防，疲累沉睡之际，她拿着平常女人负责支搭营帐的工具，锤子和橛子，将敌军将领西西拉钉死，成就了上帝的拯救之功。
亚裔不是以色列人，但是他用信心的行为表明归向以色列的神，并得到耶和华的赐福。在这边有提到说，愿基尼人西百的妻亚裔比众妇人多得福气，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。在那一天，亚裔可以说，我是个弱女子，我怎么可能去对付这些将领仇敌呢？当天使对童女玛利亚说她要怀孕生子，起名叫耶稣，玛利亚也可以说，我是个弱女子，我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有太多机会，太多理由说我不行，我没办法。但当我们愿意像亚裔和玛利亚一样挺身而出，愿意被上帝使用，我们必活在蒙福的人生。我们来默想，对于上帝的呼召，你愿意挺身而出，积极参与上帝的事工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我们的生命在于你，征战的力量也在于你，盼望也在于你。求你让我们知道你掌管万有，祈求你赐给我们信心，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，都使我们能站在你这边，让我们愿意参与在上帝国度的事工，也引导我们走在信心的道路，如同太阳上升，过着蒙福的生活。愿你继续用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，愿意随时为主挺身而出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